多谢志文，继续来看这嘛是罢免的消息。罢免民进党的台北市立委吴思瑶的领衔人，也是带头这张启进，进前发出声明讲，伊无要做带头的人啊。所以这个团队对来讲，都要换这个带头的人以外，佫需要处理一半的联署人以上的同意书调集人赖以任到中选会就去抗议，伊要求公布换领衔人作业办法。啊，针对这点呢，中选会主委李进勇就回应讲，赶紧用较正经的态度处理换这个同意书，较要紧。其实诉求也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罢免吴思瑶调集人赖以任，针对带头者更换作业的办法，包含同意书审查标准是定函机关，还有同意书敢会当补件等等天税问题，要求中选会向罢免团体讲清楚说明表。上个礼拜我问中选会，中选会也很明确的告诉我。选罢法规定的不清不楚，他们要内部讨论。可是现在连法都没有，你怎么依法行政？相关的作业，这个牵涉到我们选务机关内部的工作比较多，这一点呢，我们已经在进行研究了。劝这些人士呢，他们应该要赶快的，而且是要比较严谨的态度去取得这些同意更换的这个同意书。赖以任伫咧中选会函文提出来，中选会主委李进勇来回应。不过，南北部罢免立赢出状况，罢免南会徐新明的团队因为送件做册未符影印，刘备新的官选委会认定不会审案。在整个查对的过程里面，罢团跟我们新竹县选委会的人员沟通的情况非常的顺利。像这样子成熟的民主的风范，我们表示敬意跟谢意。那即马嘛引起讨论，罢免徐新明民团敢会当进出补件？根据选罢法第80条，正影本爱一摆提出，也就是讲无提出完整的正影本本案的无受理。另外一种状况是原本就有正副影本有受理成案，不过经过查对规定的人数，若是无够，就由选委会通知伫咧10天内来补。这两种情形呢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啊。但是就最后死灰复燃了。交给那个行政单位，该裁决的给他们裁决。罢免立即嘛意外掀起选罢法实相的问题。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